香港人斗門上車呢一個盤到底有冇福呢？82萬龍湖品牌3房2衛，呢個屋苑仲有泳池有會所，你冇聽錯。各位香港街坊大家好，我係 Simon 啊，喺珠海做咗17年嘅地產，今日同大家實測斗門呢一個近期賣到斷晒貨嘅銷冠樓盤龍湖天瀾啊！香港一間納米樓嘅首期喺呢度直接買一間成套嘅3房，市盈率仲可以突破100，到底係真筍盤呢定係有伏？今日唔吹水都唔會黑，優點缺點攤開嚟同大家講透晒。先講翻佢嘅優點啦，呢一個盤可以做到片區第一，確實係有啲真材實料啊！第一個呢，龍湖品牌加埋自持嘅物管，保值夠穩陣。龍湖嘅園林同埋物管喺我哋內地屬於第一梯隊，24小時嘅安保、園區保養跟得足，住10年啊，你都唔驚佢會殘舊。對香港朋友嚟講咧，物管好唔好，直接影響到放租同埋轉手，呢一點比本地嘅4發展商要靠譜好多，唔使驚交完樓就變晒樣啊！第二個咧就係低密度洋房社區，居住質感咧超級好，容積率先係2.19， 70%以上啊都係9至11層嘅洋房，樓間區採光足，唔會咁逼。園區配會所、恆溫泳池、健身室、兒童樂園全部都配齊晒啦。呢一個配套放喺珠海市區啊，單價起碼都有貴足成4成咁多啊。第三個就係配套逐步咁樣兌現咗啦。返香港交通都算就腳啦，步行3分鐘就可以到我哋嘅湖新小學，隔離就有我哋嘅白藤市民公園，乘運散步都方便。出門口幾分鐘去我哋嘅香海高速，去橫琴口岸都係20零分鐘，港珠澳大橋口岸都係20幾分鐘。週末返香港唔算麻煩。講返佢嘅缺點，呢3個硬傷如果你接受唔到嘅，優點幾香你都冇亂咁衝。第一個就係交樓時間真係有啲遲，而家賣緊嘅呢一批樓要去到2028年3月份先至交樓俾你，差唔多要等足成2年。呢段時間住唔入去，租唔出去，但係月供利息1蚊雞你都唔會少俾。想快啲收樓放租嘅朋友，時間成本你一定要記清楚。第二個呢，就係片區商業仲未完全成熟，樓下只係得零零散散嘅便利店同埋生鮮鋪，最近嘅大型商場要揸車幾分鐘，日常買餸冇問題，但係想行街食飯睇戲就要揸車出去啦。習慣咗住旺區嘅朋友呢，可能覺得有啲靜。第三個，升值偏平穩，始終係斗門同橫琴十字門唔同，樓價穩步上升就得噶啦。想短期炒賺快線嘅，千祈冇諗啦，適合自己住同埋長線收租嘅。講下大家最關心嘅戶型啦，而家嘅貨量最充足、性價比最高嘅就係85平米嘅3房2衛啊！新規產品設計，實用率超過咗100%，4歸4啦，廳房、廚房、洗手間樣樣齊全，仲有2個衛生間啊！早晚起身唔使爭，80萬多啲你就可以上車。無論週末過嚟度假定係買嚟放租，被動收入都啱晒你，回報率夠晒穩陣啊！剩低95平米嘅南北通，110平米、126平米嘅4房，而家貨量咧唔係好多啦。想睇大單位嘅可以私信我，問我剩低嘅樓層有乜嘢。總結翻啦，呢個盤最啱3類人買啊！預算有限，想百零萬買一個品牌屋苑度假養老嘅香港朋友，又睇重質素，打算長線收租嘅投資朋友，仲有喺澳門橫琴返工自己住嘅，呢個冇問題。如果急住收樓，中意市區便利或者想短炒升值嘅，就唔建議你入手啦。
簡單講一句，買性價比，買產品佢一流，買地段，買完整嘅配套，就要斟酌清楚翻啦。想攞85平米嘅完整戶型圖、最新嘅內部底價同埋港澳客戶專屬嘅折扣按揭方案，或者想對比斗門其他樓盤嘅，直接可以私信我珠海2個字，我免費 send 資料俾你，幫你計首期、月供同埋租金，揀最靚嘅樓層單位。近期打算過嚟珠海睇樓嘅老友，提前同我講，口岸專車接送，全程陪你對比分析，幫你攞個最低價錢。覺得呢條片有用嘅，記得訂閱我 Simon， 點個讚，開埋個鈴鐺。有任何問題留言區問我，我逐個覆返俾你。我係 Simon， 喺珠海做咗17年地產，專門幫港澳朋友揀啱心水靚樓。我哋下條片見啦。